姜濤帶萬人佔領銅鑼灣是否合法？全城冇人講啊！姜濤灣嘅出現不但影響到公民之間嘅互動，以及公共領域社會資源嘅分配，涉及到資本同娛樂霸權，仲有對香港法治嘅衝擊。但唔知點解，每樣嘢只要關於姜濤，香港各界嘅容錯度同包容度都極之高，一啲關乎原則性同邏輯性嘅問題都可以輕輕放下，結果搞到全港和諧處處，但最終令到劇本走樣。有好多粉都有個誤解，就係見當日有警察在場，有軍裝拉帶，人群裏邊又有便衣，所以就認為呢個集會係合法。事實上，現場見到有警察，並唔代表申請咗不反對通知書。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係集會方嘅義務同責任，目的係要警方知道集會嘅詳情，同埋知會集會方需要遵守啲咩法例。留意返，呢個唔係召喚警察嘅申請。根據香港公安條例，任何人或者機構要集會，係要最少1個星期前向香港警務處長提出申報。喺警務處長唔反對集會嘅情況下，就會發出不反對通知，即所謂嘅不反對通知書。通知書會羅列集會時間、地點、詳情，以及集會方需要遵守嘅事項。有姜粉話，當日有警察維持秩序，而且佢哋都只係叫我哋小心，讓條路出嚟，大家都客客氣氣咁。嗰日嘅活動亦都好和平，搞得唔錯。但係如果話你知呢個活動係未經申請，咁你仲會唔會好似往年咁自發落去襯呢？事實係，我喺警方唔反對申請集會嘅網頁查冊，發現當日只有2間學校為佢哋嘅校慶活動做集會申請。咁有冇人幫姜濤灣嗰日嘅活動做過申請呢？答案係冇。成日話自己個活動出於自發，仲要話自己合情合法，擺到明就係混淆視聽。我哋拎其中一份通知書睇睇，注意事項內容都係大同小異，主要係警方向集會方提出嘅要求，當中包括要活動搞手注意參與者嘅行為，確保佢哋唔會觸犯香港法例。要求搞手維持秩序，做好人群管理，唔好阻街同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。仲有不得擅自進行籌款或者販賣。冇錯，呢啲行為係唔可以做嘅，因為需要另外攞牌。即使係分發同埋交換紀念品，都係要臨時小販牌。如果喺姜濤灣出現咩捐款活動，又或者喺現場兜售小姜姜公仔，聲稱收益係會用作慈善用途，小妹妹、差人叔叔係可以拉你㗎。仲有一樣嘢好重要，好重要。而家香港有國安法做我哋嘅定海神針，所以通知書亦會要求搞手確保集會唔可以有環節威脅到國家安全。正路咁諗，而家講緊國家安全咁大件事，應該要做到滴水不漏先係。係保安局同國安公署瞓咗覺，定係姜糖同後援會都冇人肯做大台？一句我哋嘅粉絲個個都係自發出嚟，係咪搞到全香港全國都吹佢哋唔脹啊？其實無論係國家姜糖定非粉，任何人嘅安全都應該受到保障。邊個可以咁老定話一定唔會出意外？不反對通知書嘅存在意義，就係確保有負責人做擔保，一有咩事都係同佢追究。但係點解個個都可以走漏眼，能夠容許姜濤灣冇人認頭，冇人肯做負責人，將大家置於風險當中？我哋仍然相信香港係個有法治嘅地方，但呢班姜糖似乎唔當係一回事。就現場所見，係有姜濤後援會落場維持秩序。咁佢哋咪就係雞頭咯？你哋仲要話咁多人都係自發行出嚟？所謂後援會，
究竟後援到我哋啲乜嘢？軟皮蛇到咁，真係非常無賴。或者又會有人話，我哋只係同小姜姜慶祝生日啫，都冇暴力又冇犯法。咦？你哋咁和平大愛又有意義，聽落真係冇乜嘢喎。咁和諧，咪即係左膠咯。即使你話個活動純粹係粉絲自發，又無論你覺得自己個活動幾咁有意義，無論係敏感定唔敏感日子，邊個地方預期有人群聚集，正常嚟講，警方都會預先部署。再舉個例，白衣人喺某條村個空地開誓師大會，佢哋都聲稱自己唔係暴力，咁唔通現場見到有警察就可以話佢哋個集會合法咯？你唔知道有冇人為個活動做足申請程序，唔清唔楚就衝埋去，自己犯咗法都唔知道嘅人係可憐㗎。但如果犯咗法仲要狡辯，話自己好和平好單純，呢啲先至係狂粉盲粉嘅可恨之處。娛樂圈集體失明都算，媒體泛民相繼失守，連時事評論員都出事。之前有李慧玲、曾志豪，日前發現連夫子劉銳紹都失操失節。劉銳紹喺香港望神州頻道講到，有人喺現場聲稱唔使申請 permit 就可以大聲吶喊、聯群結隊，香港人終於可以自主參與自己選擇嘅活動。夫子着眼嘅係每個人當日都帶住歡欣笑面，但係完全冇提到集會嘅合法性，只係一味強調佢有滿滿嘅正能量，就好似話自己唔係姜糖嘅李慧玲一樣。而令我更 shock 嘅係，原來佢已經唔係第一次拍片講姜濤。喺2024年，夫子已經試過踩場落姜濤灣。夫子啊夫子，知唔知你咁係有失身份㗎？人哋去影姜濤灣，你又走去影埋一份打埋卡，仲要講到粉絲自發幾咁和平歡樂，叫政府唔使咁緊張。大佬，而家唔係唔俾佢哋慶祝啊，係佢哋連申請都冇做到啊。如果咁都得，係咪照版煮碗賀楊丞琳生日都得先？夫子李慧玲討論下啦。如果有時光機返當日，若然呢個集會係冇申請許可，警察應該做嘅係嚴正執法，甚或係作出檢控，而唔係動用到警力，花上大量人力物力咁喺現場維持秩序。差餉同稅收唔應該用嚟同人贈慶。至於姜濤應援會做嘅所謂善事，係咪真係咁值得大家讚賞？陳大貓之前都講過，慈善捐款唔係道德儲蓄。我哋唔應該俾人起到用捐款做手段，用資本去買信用額度、買特權。無論佢哋捐幾多錢俾幾多地方，幾多日可以免費搭車，條數都係一條爛數。眾所周知，而家要舉辦有特別訴求嘅集會，例如係已經成為絕響嘅6、7月維園集會，要攞到警方發出嘅不反對通知書已經成為奢望。但一件事還一件事，我哋唔可以因為咁而成為一個 PK 而違背自己立場，更加唔可以鼓勵同欣賞破壞法治嘅人同埋事。警察嘅人工同 OT 錢都唔算得係乜嘢，斷送法治同價值觀先至係世世代代香港人要承受嘅苦果同代價。